今年的大庙济安宫在农历10月15举办，迎接代天巡狩游王公，还有晚上，一大清早是到积水溪畔迎接游王公，代天巡狩来回到济安宫，每年10月15日下元节，游王公都会回去济安宫，济安宫内有供奉代天巡狩有身位，到晚上11点要恭送游王公代天巡狩回家，神教正法还是要到积水溪畔那边举办仪式，一般都说叫请水仪式。看了公告才知道，是迎接代天巡狩游王公回济安宫，让信众拜礼看到晚上11点就算昨天的子时开始，要恭送游王公代天巡狩回家，又要神教正头要到达积水溪畔，就在新营往柳营的双营桥的西边，在那个台糖铁路、台糖火车铁路、台糖5分车铁道桥，在西边还有一座小桥，在那小桥北端积水溪畔的举办活动。中华民国105年今年11月14号，农历10月15号，下元节，一般都是水官大禹治成功，他顺理联军禹帝水官大帝圣诞的，也是游王公代天巡狩圣诞的日子。今年的大庙济安宫都会举办迎送代天巡狩游王公的活动，一般都叫做请水活动。